我知这因为我之前我甲妈妈买哦，包我妈妈的红包，我做一届我去买刮刮乐，我想讲啊，变过来我就会一个足够的迄种的。是哦，结果伊头壳小甲我扒落去讲，你就头壳尖尖的人，你就一直钱互我就好啊，莫后袂开。阿边有丢哦，无对啊，我就所以头壳尖尖就甲讲我运气歹啊。哦，是啊礼拜有甲妈妈的助力坑伫头壳内听面。妈妈的话啦。是的，听妈妈的话，无唔对。卖酒爱开班爱开钱。真济真济，嘿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正确的答案是，真歹势，咱 A 甲 B 的，嘿，咱车位，等下休困啦。后来老辈的人认为讲头大啊面树风这款人啊啦，较福相啊较有福气啦吼。啊若这头壳尖尖啊下海尖尖的吼，就讲啊啦较无福气啊运气较歹啦吼。啊譬如讲咱若去这买彩券啊吼，啊讲古的人啊话就甲咧，家己小客家己讲啊我得头壳尖尖啊啊运气较歹啦，所以唔则袂得奖。是。